我们这一次有机会修持大手印的禅修，这实在是非常的难得。而这个法门是任何人都容易修持的一个法门，而且呢都能够跟自己的工作融在一起，一起来修持。所以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有提到，印度有84位大成就者出现。那每一位这个成就者，他们也有着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生活背景，但是呢，他们也都是在工作中、生活中同时修持大手印而得到了成就。在今天呢，会特别针对在藏地佛法兴盛的时候呢，也有非常多修持大手印的一些情形，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在西藏来讲呢，就有我们噶举派当中谈到三祖师，也就是第一个是马尔巴大义师，第二个是密勒日巴尊者，第三位呢是冈波巴大师。那这三位祖师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修持大手印弟子的一个模范，透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仪呢，可以成为我们修持大手印的一个模范、一个范例。那首先谈到像马尔巴大义师，他的一生的行仪呢，他并不是一种出世的视线或者一种无造作行为的出现，并没有，因为呢他是在家众，而且同时他也是一位大学者，一位大译师、翻译家，他曾经到印度呢有3次。那么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他也是在世间当中，并且有家庭，而且有妻子、有小孩，同时呢，他也有非常多的弟子。那他教授大手印，他持修大手印而得到了成就。所以同样在座的我们很多弟子也都是在家众，而且有家庭，也有工作。那但是我们都可以依靠像马尔巴大师这样的一种视线、一种范例呢，我们也能够来修持大手印。第二位，我们噶举的3位祖师当中的第二位，也就是密勒日巴尊者。那他的修持的方式其实跟马尔巴大义师是一样的，但是呢，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他的一生的行仪的视线呢，他是一个出世的，离开这个社会的，然后他是行苦行无造作的一种修持方式，所以他舍弃一切的衣食财物等等，然后在山洞当中，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山洞里面而禅修。他不贪着任何的衣食这方面的享受，他专一的修持大手印，而在一生当中成就了佛果。之后呢，他广收弟子，然后弘扬法教，并且呢，实现各种的神通等等。所以以我们来说呢，很多人的生活不见得是那么的繁琐繁忙，过的呢也就是一种像出世的生活、平凡的生活、无造作的一种生活。我们也是可以修行的，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修持大手印，是一定要一个很繁忙的情况下，是不一定的。所以密勒日巴尊者也可以是我们的一个模范。同样，第3位呢是冈波巴，也叫做月光童子冈波巴大师。他示现的是出家众的样子，同时呢，他也收徒弟徒众，广说佛法，并且修持大手印而得到了成就。同样，在座的我们当中，无论是男众女众，也有人心想要说，我透过出家，然后来修持佛法，也因此呢，以出家众的身份也可以修持大手印而得到成就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模范呢，也就是冈波巴大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修持大手印的禅修，而最主要整个大手印的修持法门呢，是由冈波巴大师的时候开始广为弘扬的。那这里也有一段授记，也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讲说一部叫《三摩地王经》的时候，这部经当中就有对冈波巴大师的一个授记。那这一段的典故呢，历史是说，当时释迦牟尼佛还在世的时候，那有一位菩萨叫做月光童子。那有一天，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正在灵鹫山说这个《三摩地王经》的时候，当他对大众说完了这部经之后呢，释迦牟尼佛就说了，他说未来在末法时代的时候，佛法会越来越式微。
那谁愿意在这个时候让佛法愿意来护持这个佛法，并且护持这部三摩地王经而广为弘扬呢？那当他问完之后，这时候这位月光童子菩萨呢，他就站起来，他发誓说，在末法时代，在佛法式微的时候，我愿意来承担弘扬佛法的责任，并且愿意来护持守护这一部三摩地王经。tene ta te chongchu simpadawe genu ge khalji hiba yendo sanji jambi 当时在月光童子他站起来发了这个愿之后呢，这时候佛陀呢也用手摩其顶，就是摸着他的顶呢，授记他说，在未来呢，你会投身在藏地一个叫 Roheda 的这个河旁边，也就是现在在雅鲁藏布江的这个附近，你会投身在这里，会成为一位叫做错切比丘，并且弘扬这个法门。那所谓的错切比丘呢，错切指的就是医生，也就是说呢，就像冈波巴大师，他上半身呢，他是一个藏医，并且在实行这些医术等等，就像是佛陀所授记的那是一样的。然后在当时藏地的时候，那冈波巴大师他之后对密勒日巴大师升起了信心，并且跟随密勒日巴尊者学习法教，学习大手印。在他最后学习完成之际呢，密勒日巴大师就也授记他说：“你将来要到一个地方叫广波达吉日沃，也就是在阿里地区叫达拉广波的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弘扬大手印的教法，并且呢，这个法教会广为弘扬。”所以就好像是佛陀在三摩地王经当中对这个月光童子，也就是冈波巴大师的前身，对他做的一个授记。还有呢，在密勒日巴大师尊者也对冈波巴大师做的一个授记。所以从冈波巴大师之后呢，这个大手印就广为弘扬。而就像是佛陀当时对月光童子的一个授记说，他会弘扬三摩地王经了。那我们看到冈波巴大师的一生，他并不是弘扬三摩地王经的经文的文字，而是他真正将三摩地王，就是禅定之王的精髓，也就是大手印的修持呢，在透过他实际的证悟，并且广收徒众之后，而将大手印这个禅修之王的这种精要呢，广弘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事业是如此的。tene ta te ya je gombo pala ta te ta 所以冈波巴大师呢，他具备了可以说他整个大手印口诀的一个最主要的传承呢，是源自于马尔巴，然后传到密勒日巴。在这个之前呢，是有像蒂洛巴、那洛巴、梅智巴大师等等一脉相传下来的。这是冈波巴大师的一个传承是这样子的。那同时呢，他还有第二个传承，是指说当时阿底峡尊者他到了藏地之后，他广为弘扬的呢是噶当派的这种口诀，也就是噶当派的修心的口诀。所以冈波巴大师可以说他集合了第一个传自马尔巴、密勒日巴等等大手印的口诀，再加上了阿底峡尊者所传下来的修心的口诀，将这两个合二为一的，开示出一个大手印的一种新的口诀。所以在冈波巴大师传下的大手印传承当中，它就有譬如说有的是透过灌顶、观想等等而证悟大手印的方法。那还有第二种呢，是指无造作的，没有这一些繁琐的观想，而称为叫解脱道的大手印。这个就比较像是显称当中的修持，例如透过止跟观而升起证悟的方式。那因此呢，从冈波巴大师传承的这一些大手印法教，总归有三类，一类就是叫密称大手印，第二个叫显称大手印，第三种呢叫做显密合的大手印，有这三种。tene ta te ya tanda jirdo shaja chimbu ge ta 那么在谈到了大手印的修持方式，就像在昨天有讲过的，也就是透过了大手印的见、修、行三个部分。所以这是第8个偈子有谈到说，对于见修行三者要得决定哦。所以这是第8个偈子，这是一个简要精要的一个阐述。在接下来的偈文当中呢，就会特别针对于见的部分做一个解说。再来对于修的部分也
一个更广的详细的解说，在对于行的部分也有一个详细的解说，接下来会次第的来做一个解说。那么在这里现在首先讲到的是见解的部分，有一个详细的解说。那么在什么叫做见解呢？见可以说就是我们要证悟这个修持的它的根本的要点，就是指这个见哦。所以当时我们说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他最主要告诉我们的教导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从世间轮回的苦痛当中出离出来，我们要止息世间各种的苦，而要得到快乐。那就谈到说要离开各种的痛苦，但如果我们只是想说啊，我要离开痛苦，我要消除痛苦，如果只是想，这是没有用的，也断除不了这些苦。为什么呢？因为痛苦它是果，而它的因，也就是各种的烦恼，我们还是非常的多。所以，当我们谈到说要消除痛苦的时候，是要怎么做呢？我们是要消除痛苦它的因，就是各种的恶业，而造恶业的因是什么呢？就是烦恼。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断除的。所以，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消除。要离开痛苦的话，我们就要消除痛苦的因，也就是各种的恶业。那这里所谓的恶业呢，指的它恶业还有它的因是什么驱使我们去造恶呢？也就是我们的内心的烦恼，还有内心的恶念。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消除的。所以当我们的烦恼还有内心的恶念消除的话呢，那各种的恶业造恶就能够得到消除。当我们远离了造恶造业的时候，各种的痛苦就不再会感受到，而会得到的是快乐。所以说，在针对于消除我们内心的烦恼还有恶念的方法来说呢，佛陀他就开示了非常非常多的方法，并且次第的给予教学。首先呢，佛陀针对于二乘行者，我们也叫小乘二乘的行者呢，开示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消除我们内心的烦恼。但是如果只是心中想啊，我这么多烦恼，我要将它消除，只是这样去想是没有用的。那什么叫做内心的烦恼呢？譬如说我们的贪心、嗔恨心、我慢心、嫉妒心等等。因此呢，当我们只是想说啊，我要消除这些烦恼或者压抑这些烦恼，但是它还是没有用的，它还是在的。因此呢，我们应该，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说，那这个烦恼好像没有办法消除吗？并不是的，它还是可以消除。所以在小乘里面来讲的方法，也就是要消除这个烦恼，重点是你要找到烦恼它的因是什么。如果烦恼它的因消除了的话，那这个烦恼这个果它就能够消除。因此呢，这个因是什么呢？佛陀说，这个因就是我执。什么叫做我执呢？就是一种认为我很重要，认为以我为主的，而且是贪爱自己的一种心，这个就是我执。那所有的烦恼也因为这个我执而产生。那么这个我执它能不能够被消除呢？是能够的。我们也非常有福气，这个我执能够被消除。原因是什么？因为这种所谓的我，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个我执，它所执着的这个我，它本来就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我执，这种执着是可以被消除的。所以这个我呢，它只是一个由于我们的执着而产生出来的幻象而已。举例来说，譬如我们说这个我，你去找它的时候，你会发觉没有这个我，它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身体是我，有时候我们会执着心是我，或者觉得这个我就是一个我，或者再讲多一点，会执着我的东西也是我，譬如说会执着这是我的钱、我的地方等等。那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我它又非常的细小，所有小小的东西你都觉得那好像是我，所以会发觉其实我它是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性质，它并不真实存在。这样子的一种理解呢，它就是透过修持，它就叫做证悟人无我的部分。证悟了人无我的时候，就消除了我执。所以以上这个方法呢，就是在佛陀针对了二乘的行人，也就是声闻、缘觉，还有阿罗汉，透过这种观修人无我，找寻这个我的方式而消除烦恼的一个方法。接下来谈到呢，佛陀，
再来第二个部分是针对了大乘的弟子们，而开示了各种大乘的经典，譬如说般若经部分的教义。那也是佛陀提到说，众生要消除痛苦，要远离这些业，远离烦恼。那到底要如何来消除这些痛苦跟烦恼呢？所以佛陀对于大乘的弟子开示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一切都没有真实存在的，一切的本质是空性的。当一个人他了解了、证悟了空性的时候，这一切的痛苦、业跟烦恼，他都能够消散于这个融入于空性当中的。所以呢，佛陀就开示了有关空性的经典，这也是在大乘经典当中谈到像般若经等等，它有非常广的中等的略说的，有广中略不同的开示。举个例子来说，就好像我们常听说的心经，心经当中就有谈到说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等等。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空性的一个道理。而对于有根器或者有智慧的弟子来说，他一听佛陀所讲一切是无空性的道理，他一听他就能够证悟。但是对于一些智慧不足并且精进不够的弟子来说呢，他们光是听到这些文字也无法证悟。那怎么办呢？因此呢，后世的这些印度的大班智达们，他们就以这种论点的方式，也就是将空性的道理透过了逻辑辩论的方式，譬如说龙树菩萨他在中观根本论颂当中，就以非常精辟的、非常细微的这些逻辑跟理路来探讨说空性它到底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它整个万法呢，它是一还是异，或者因果的关系等等，透过各种的这些逻辑的思维呢，对空性能够升起信心。所以以上呢，这是针对说在大乘当中佛陀所开始的经典，还有论点呢，来探讨消除痛苦的方式，就是空性。所以在我们知道，像在当时呢，佛陀那个时代，那这些或者大论师的这些时代，当时并没有像现在的科学的仪器可以来测量很多东西，但当时他们呢，就是透过非常清楚的逻辑跟思维呢，来对于空性有非常精辟的一个研究跟认识，而让更多人升起信心。但是呢，这样一个论述空性的方式，它是需要一直练习、一直去思维的。所以像是在西藏也好，在藏传佛教当中，譬如学生僧众会学习中观或者现观的典籍的时候呢，就是透过了不断的辩论、不断的讨论，然后呢来了知到这个空性它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对空性升起信心。那人们却说他自己呢，平时，但这是非常广的一种讨论。但人们却说他自己平时呢，常常会跟弟子做的一个比喻，就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比喻，所以可能大家也都听过了，是什么呢？也就是龙树菩萨在说的一个，万法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的，就是相依相与。相依相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有的东西万物呢都是因缘而起、因缘而灭的，它们没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独立存在的。那人们切做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各位可以看得到人们切手上有两支香这就是在示范说一个东西都是因缘而起的譬如说人们切手上拿的香，一支长的，一支短的当这个所以这里手上我有两支香，那一支是长的，一支是短的。所以我们当看到左边这个是长的时候，我们会问说，它现在是短的那个吗？不会的，它现在就是长的。同样，我们在看现在的短的这一个，我们会问说，它是长的吗？不会，因为它跟这一支比起来的时候，它是短的。所以我们很清楚，一根是长，一根是短。所以这里有两只，就刚刚这两只一根长的，一根是短的。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长的就是长的，短的就是短的。但是接下来我们再拿一根，如果把短的放掉，再拿一根更长的来的时候，我们会问说，刚刚这根长的，它还是不是长的呢？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了，这时候它是短的了。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这根原本跟短的比起来是长的这一根呢，它
在跟一根长的比起来的时候，它就再没有所谓的长或短哦。所以它自己本身来讲，它没有所谓的长，也没有所谓的短，它都是因为这个缘而产生的，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心所造作出来的。所以它本身来讲，并没有所谓的长或短，在它本身来说，长跟短也都是空性的。那么就好像透过刚刚的这样一种我们可以说是一种逻辑的分析，那在佛法名相当中称为叫做比量的方式，也就是透过一种比度推知的方式，而对空性升起信心。我们会有一种信心会升起，但是透过这个方法，一种逻辑思维的方法的话呢，它很难在心中升起真实的一种对空性的体会。所以因此呢，这个时候就是谈到大手印的口诀了。那大手印的口诀也在告诉我们观修空性，但它并不是透过比量，也就是刚刚的逻辑思维的方式，而它是直接的观看我们的心，直接看我们的心的自心本性。所以这个方法它不叫做比量，它不是比量，它被叫做现量，也就是直接的现前的去观看我们的心，这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口诀方式。所以呢，在这里就回到我们大手印祈愿文当中，在昨天教过了第8个祭文，接下来今天是第9页的上面第9个祭文，这里说一切诸法皆心所幻现。心亦无在，心之体性空，空而无碍，一切皆显现。愿善观察，断增益生根。所以在这里是指说，我们就要这个大手印的特殊的口诀是直接观看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直接看我们的这念心，它在哪里，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要去找寻它，直接去看它，找寻它。但我们一般来说会觉得心，它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心在，而且它是那么的有力量，那么的强。但是当你去找它的时候，这里会形容心亦无在，心之体性空。所以在这里第9个祭文，最先第一句谈到说，一切诸法皆心所幻现，就像刚刚最开始比喻说长短的香一样，这个所谓的长的这个香的一种概念呢，它也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幻象而已，它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同样，不仅是长短的情况，我们说一切世间的对立的情况上是好坏、美丑，一个东西大或小，这一切呢，一切诸法可以说都是由我们的心所幻现出来的。那第2句再来谈到说，一切都是心所显，那么我们的心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心，你再去看它的时候，会觉得，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好像有这么一个心存在，很有力量。但是当你真正去找寻它的时候，我们从自己的头慢慢看到我们的脚，心有没有在头部，一直到看有没有在我们的脚部，或者从我们的身体里面一直看到外面去找我们的心，会发觉心在哪里，找不到它。如果我们说心是有形状的，那么这个形状，它有的时候心是什么形状？它如果没有形状，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或者心有颜色吗？如果它有颜色，是什么颜色？如果它没有颜色，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总之，我们会发觉这个心无论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它。所以第2句说心亦无在，心之体性空，它的本质是空的。好，那接着我们说，那心是空的话，那所谓的空，所谓找不到这念心，那心是不是死板板的，像石头一样，像一个物质硬的一东西一样，什么都没有呢？死板板这样呢，并不是的。所以第3句说空而无碍，一切皆显现。虽然心的本质是空，但是呢，它能够显现出无碍的显现出，很自然的显现出一切的万法，就好像我们的心可以有各种的好的念头、坏的念头，都会显现很清楚的展现出来。但是当我们再去看这个念头它是从哪里升起的，这个念头它之后到哪里去也还是找不到，所以它是本性是空的，但是能显现一切。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刚刚谈到说心的一个情况，自心的情况，所以最后一句说要愿善观察，断增益生根哦。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好好来观察这一念心。那观察心的方式有2种，就像之前谈到的，第一个呢是
比量的方式，也就是透过逻辑思维的方式，我们会对于空性有一个概念性了解，哦，应该这个就是空性，而对空性有一种信心升起。但是也像刚刚有提到过的，透过逻辑思维的方式了解空性，它只是一种了解，很难有真实的感受或者是体验。所以呢，在这里所谈到的叫做愿善观察的观察，是指第二种观察的方式，也就是像大手印的直接看我们这一念心的方式哦。那举个例子来说，就好像现在有很多人会做一些研究，譬如说我们常看到有人在研究鸟或者研究昆虫，他们会很直接，他真的去看这个鸟，看这个昆虫，他会看这些鸟昆虫，它住在哪里，它睡在哪里，它在哪里吃东西，它吃些什么东西，它什么时候飞，什么时候又降落到地上等等，他是真的去实际做观察。它并不是说透过纸上研究或者一些思维而已，它是真的去看，就好像是这样子一种直接观看这些昆虫跟鸟是一样的。但这个时候我们是向内来看我们的心，我们看我们这个心，它在想什么？他想的时候心是什么情况？他不想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况？有念头没有念头的时候是怎么情况？慢慢向内直接去看这个心的时候呢，心的本质、心的情况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慢慢我们就会对第三句说空而无碍，一切皆显现，会有一个了解。你虽然找不到这个心，但是却各种念头会升起，但是各种念头去看它的时候，它的本质又是空的。所以心的本质空而无碍，一切皆显现呢，就能够慢慢了解。当我们了解了所谓的心的本质是明空不二的，是空而无碍，一切显现的，了解了之后，我们所谓的就能够证悟到人无我跟法无我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所谓的我们会执着一个有人我的时候，有这个我的时候，指的是其实重点也在于我们的心，因为有这个心，所以才会执着有一个我。所以当我们从根本上证悟到没有一个心的时候，同样这个所谓我的这种执着也自然会消除。同样我们说一切的法也是无我的，我们说万法其实本质也是心。所以如果我们根本了解到心的本质是没有的时候，我们自然了解到万法是空性的，所以我们离证悟万法空性也不远的。所以因此呢，这个从心直接观察心的方式，就是大手印的一个修持方法。那刚开始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体会，但有的时候又好像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要持续的不断的修持这种观心的大手印的方法，慢慢的呢会越来越清楚的。所以刚刚这第9个句子呢，可以说是一个总说、一个概说的部分。所以也就是第9个句子当中谈到我们的见解方面的心上呢，第一个它是谈到说，第一句是说万法皆由心所显现，第二句是谈到说心的本质是空性，第三句是谈到说虽然是空性，但是能显出一切的万象。再来第4句说，我们需要好好观察证悟这一念心哦。所以接下来的第10、11个以下的句子呢，就是分别针对第9个句子当中的这几个要点呢，做一个详细的解说。所以首先第10个句子呢，它讲到的是一切诸法皆心所幻现哦，就是说万法都是由心所显现的这样的一个偈文。所以它是说自显无实，迷执为外境。以无明故，执自明为我；被二执区，漂泊诸有界。愿破无明，总断惑幻缘。那这一句呢，是主要谈到说，惑幻，也就是我们一切轮回当中的各种的幻象，各种我们现在轮回的情况呢，它可以说都是由各种的，因为的这些迷幻惑幻，它是由烦恼而生，有了烦恼，它就有各种的痛苦等等。所以这整个轮回的幻象，它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它都是因为这里谈到说二执哦，也就是说我们执着有一个境外境，同时执着有一个心，所以就是有执着这2个也叫二元对立的情况而产生轮回。所以第一句首先谈到我们执着有外境的情况，说自显无实，迷执为外境，也就是说自显就是外在的任何的显象，它其实都是自然显现，它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它并不是真实存在。
就好像说我们刚刚举例一个长的香跟短的香是一样的，那并没有真正所谓的长跟短的这个香这个概念，而是当我们的心认知它是长的时候，它就是长；而当我们的心妄念执着它是短的时候，它就成为是短的。同样，一切外在的事物，像是各种的大小的东西或者好坏的东西呢，它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执着，它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它其实本身是没有实质的，所以是无实的，它是自然显现的。但是呢，由于我们的心的一种执着，这也叫做迷执哦。因为我们的心的一种错误的执着，我们常常先入为主观念执着说，这个是好的，它就变成是好的；那我执着它是坏的，它就是坏的。所以这可以说都是一种心的执着，而造成了外境的存在。所以外境，第一个是这个谈到外境是这样而产生的。那么第二个谈到说内心的情况呢？以无名故，执自名为我。这里谈到我们的内心本来也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但是因为以无名故，因为我们的一种无名，我们会错误的认为说这是我，或者这是我的心。这里说执着，我们就会执着说自名，自名就是自己的心是我，或者说这是我的，或者这是好的，这是坏的，各种的情况都会执着起来。所以呢，由于有这样子的执着，所以我们被二执去。二执就是执着有一个外境，还有执着有一个我内心的执着。有这两种执着的时候呢，有这二元对立的时候，各种的轮回的痛苦就会产生。所以我们在漂泊在各种有界，就是轮回当中。所以可以说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没有了解到心的本质是什么。也因为没有了解心的本质的时候，我们所以会在轮回当中漂泊。所以第四句说愿破无明，总断或幻缘。所以我们这里要做的就是要断除这种无明，而真正要了解到自心的本质的时候呢，就能够整个完全的总断，就是从根本上完全的断除一切轮回的根源了。所以以上是一个发愿，说我们希望能够发愿处理轮回，断除轮回的这种祸患的根本，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口诀，告诉我们说要如何来观修。所以这个刚刚第10个偈文呢，它就是在讲说更详细的解说了第9个偈文当中的第一句“一切诸法皆心所幻现”的一个解释哦，这是第10个偈文。那么在接下来第11个偈文呢，它是在解释第9个偈文当中的第2句“心亦无在，心之体性空”了。所以它是一个顺序，说观察我们的心的时候，首先一切的幻象都是心。那这是第一句。那第二句我们更进一步讨论说，既然都是心，那这个心在哪里？所以心的本质是空性的。所以这是第11个偈子在说的。那首先就谈到说，第一句非有第11个偈文，非有以至诸佛亦未见，非无此乃轮涅一切机，非备此即双运中观道，愿能领悟离边心法性。那首先我们会谈到说，那这个心它是有的吗？它是真实的存在的吗？就像最开始谈到说，一切外相首先是心，那这个心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会问说，心它是有还是没有？所以当我们就说心它是有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它是非有的，是没有的。尤其当我们去找的时候，我们去看这念心的时候，会发觉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念头。但是当我们去看这些非常多的纷杂的念头的时候，这些念头到底在哪里？它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在我们的外面，还是身体的中间？我们会找不到。那我们会问说，奇怪，为什么我找不到这个心或者这个念头呢？是不是因为我无明的关系，所以找不到呢？并不是的，因为它的本质就是空性，它本来就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而且不用说我们自己是绝对找不到。甚至说以致诸佛亦未见连诸佛菩萨他都没有办法看到。原因是什么？因为心的本质就是空性的。那么第一句谈到说心是并没有真实存在，是空的，那是不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呢？也不是的。所以这里说非无，它也并不完全是没有。
此乃轮孽一切基，它是一切轮孽的基础。我们说是一切轮回的基础，因为说这个心它造作出各种的烦恼妄念的时候，就造成了轮回。但是同样，当我们证悟了这一念心的时候，同样也就是各种的幻象痛苦消除，那涅槃也就成就了。所以可以说，轮回也好，涅槃也好，这一切显现的基础也是这一念心。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说这念心是什么都没有。那么可能就会有人觉得奇怪了，一般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东西它要不就是有，它要不就是没有，它怎么会同时是有，同时又是没有呢？就好像这一念心，它同时又是有，同时又是没有，那么是不是互相违背的呢？但这里说非悖，就是它也并不是互相违背的，它是合理的。此即双运中观道，这个就是叫做我们的心，它是一种双运的中观的情况。所谓的双运，也就是它本质是空性的，但是它却能够显露出各种万法。它在显露出各种万法的当下，它的本质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它是这样一个双运的中观的情况。举例来讲，就好像彩虹，我们可以看到彩虹很清楚，有颜色，但是摸不到它，它的本质是空性的。所以就好像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愿能领悟离边的心的法性哦，这里谈到说离边，也就是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心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离开了有的边际，但是它也并不是什么都完全没有，所以它也离开了无的边际，所以它离开了任何的有无的边际。那么这样子一个心的本质，它是离开任何边际的。这个心的本质，它并不是我们的心去我们说造作出来的，去幻想出来是这样一个情况，并不是，而是心它的本质就是离开任何一个边际的，所以它被称为说叫做明空不二的或者有无不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心的法性，所以这里被称为叫离边的心的法性。所以我们要能够领悟它。那这里谈到离边的时候，就才谈到我们的心。那么这在佛陀的经典，就是在像般若经当中，或者是在祖师大德的论点，譬如在中观各种的讨论当中，都有谈到说要空性的道理，讲得非常的多。但我们要如何才能知道它呢？这都是要透过像大手印一种观心的方式，直接观察这一念心，能够了知，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什么叫做离边了。譬如在论点当中有提到说要离开4种边际，离开8种细论等等。那这一切呢，都是要透过我们去领悟，这里是真正去领悟、去体会之后，才能够了解说心它是离开任何边际的。所以以上是一个发愿，它同时也是一个禅修的口诀。所以刚刚这个偈子第11个偈文呢，是谈到说，这个心呢，它是超越了有跟无的。那么这里会谈到说，愿能领悟离边的心的法性哦。那么在经典当中会谈到说，会用一个词叫做法性，但是在口诀实修上来说，其实就是心性哦。所以知道法性跟心性是在经典跟口诀上用词的不同，指的是同一个东西。那么接下来进入到第12个偈文，12个偈文继续在讨论说，这里说无有任何可指此即是，亦无任何反证此非是，法性超越心事本无作，愿能确定圆满真实际。那这个偈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这个心它是这个是心，或者那个不是心，我们的无法透过我们的这种思维来判断它的，它是远离我们各种的心的一种理智上的一种思维跟了解，所以意思也就是我们只有在透过实修跟禅定，才能够了解到这一念心。就好像在佛经里面有提到说，形容我们这一念心，它的形容是说，心是离言权、离思维的，就是它是离开各种语言的讲述，就是你想说也说不清楚，无法解释它。同样，它是离思维的，所以它也不是透过我们的理智智力可以思维出来的。所以这里说无有任何可以说它就是，或者没有东西也反正它不是等等。
那么法性呢是超越心事本无作的，所以它是只能够真实去体验它的，它是超越了我们的心事，就是超越我们的这种思维的，而且呢它是无作的。这里所谓的无作呢，是指说它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意思的。那所以愿能确定圆满真实际，也就是说，愿我们能够认识到心的真实的情况，这是一个发愿，同时也是一个口诀。那么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这里有2个问题。这里第一个问题，在禅修时，当大家静了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括号空了自己，怎么都不想？问号，括号会睡着的惊叹号。那想呼吸如海浪？问号。或者想重温学过的东西，或是去观想本尊、观想白骨观？问号。所以这里的问题是说，到底我们静下来禅修的时候要怎么做？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禅修的方式看情况而有不同，也就是说并不局限于一个方式。举例来说，当我们如果是在做本尊的观想的时候，这也可以就是我们禅修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比如说观想专注的观想本尊，观想自身观想自己是本尊，或者对身观想佛菩萨在前方等等，这是一种方式。那么再来一种方式是，可能我们一静下来之后，妄念非常的多，很多人一开始都会这样子，然后心没有办法平静，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在佛经里面有谈到一句话说，当妄念多的时候，要修数息观就是这时我们要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面，心专注在上面，而让心静下来。那么这个是呢，很多人最开始禅修的时候的。先修持止的方式，就是让心平静的一个方式，这也非常的好。那但是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课程在教导的呢是大手印的禅修方式，那也就是要直接观看我们的心性所以也就像是在第11个偈文说：“非有以知诸佛亦未见，非无此乃轮念一切机。”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多去思维，然后多听闻有关这里谈到心的一些情况，譬如说心不是有的，它也是没有的等等，然后多去听闻思维的话，能够越来越禅修，越来越了解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静下来去看自己的心，有时候心还是不清楚、很迷糊的一个情况，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祈请上师的加持。就好像在《金刚总持祈愿文》里面有提到说呢，这个教云前进即为禅修手，上师开启口诀宝藏门也就是说，前进恭敬的心呢是禅修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当我们的禅修没有办法很清晰的时候，这时我们就可以祈请上师的一个加持。像我们自宗噶举来说，我们从第1世大宝法王杜松前巴，第2世大宝法王噶玛巴西，一直传承到我们现在第17世大宝法王悟净钦类多杰。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向法王、向历代的祖师来祈请，来开启我们的一种虔诚心、恭敬心，然后再回到禅修很多时候人就说这是很好的方法，我们会因为一种虔诚恭敬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能够静下来，而且能够对禅修有体会的。接下来就换逆的。然后第2个问题说，大手印除了是一个发心愿，也是证悟和实践的方法和口诀，而不是一系列的咒语，然后背诵便可以，而应该是闻思修和见修行的练习和实践空性来去证悟。那是的，的确就像是这里所说的，就是大手印的这样一个祈愿的修持呢，它并不像是咒语念诵这样背就好了，而是要透过闻思修的练习的。那这里人们也解释到说，像第3世大宝法王壤冲多杰，他在写这个愿文的时候，他最主要也是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祈愿发愿的方式，也让一切的后世的弟子们，他们都愿意来听闻学习大手印，并且修持大手印，最后能够证悟大手印。这可以说是第3世法王他的一种祝福但是它也不仅是一种
只是一个祝福而已。而且呢，他透过这个发愿、这个祝福当中，他也次第的、仔细的将整个大手印的修持方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譬如在应该是之后的课程会教到有关止的禅修跟观的禅修，还有在观的禅修升起之后，我们在做练习观的禅修，如何让这个观的感受非常的清晰，也有提到这个方式，还有之后也会提到如何升起悲心的方式等等。所以人们界在这里也请各位呢，一定要多多来读诵这个愿文哦，然后并且呢，在读诵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常常读诵，但是也可以常常思维这里面的意义。那透过这里面的意思了解之后，也可以去实修，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也像是您的问题当中有提到说持咒啊，的确，我们说像是持咒或者念诵仪轨或者念诵这些法本，那这些都是属于叫做方便道的方式哦。那也就是方便道，就像之前有谈到，像是持咒或者观想本尊这些方式。但我们现在指这个呢是大手印的禅修，那大手印的这种禅修，它被形容叫做解脱道。所以解脱道的大手印的禅修方式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学习的，也就是譬如在最开始我们会唱诵的那个叫金刚总持祈愿文哦。那金刚总持祈愿文，它也是透过了发愿，但同时呢，它当中也告诉我们禅修的口诀跟方式。同样，我们现在在学的大手印祈愿文呢，它也是透过一个发愿跟口诀的方式来禅修的。但是我们这也提到说，但做禅修的时候，如果想要持诵咒语，这也是可以的哦。然后这里再有一个问题，请仁波切开示，在发现念头的时候，把心要安住在念头上，应该要如何安住？是看着这个念头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是，当念头升起的时候的方式呢，就是直接看着这个念头。我们会看到说，它其实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但是它又很清楚地显现出来。所以这时候看这个念头，也就是你可以去看说，它是从哪里升起的，或者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会发觉它是没有的，所以它的本质是空性的。当你能够体悟到这一点，就将心安住在这样的一个体悟上就可以了。